起来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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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大家播声。哎，这条道路通台湾，通台湾，台湾。早在1871年，汤姆森甲玛雅哥的冒险卡集，所来佫有新的任务要交互因。爱阿文甲阿玲继续前往高雄三拿。伫这段路途上，咧等待因的是另外一个原住民族。这看，无吧？这一个人拢无。啊，这个草地，我想讲这是要哪找啦？而且根本就无人，好无？我甲阿先想讲啊，真正找无路啊。这是算什么种的线索啊？这用画的，这张图的艺术性有一点仔伤悬啊！我真正要照这个图片去找这个人，真正找得到吗？你看嘛，你上届无嘛？阮一张相片。啊是你流喙修，你嘛会使个啊？我卖无咯，伊个头较，哎，较尖无？伊个头较尖。你是圆的，啊，伊是安尼尖头的。讲要去立功小林社区，遐有大条路，我咱往大条路行看卖。好啦好啦，先行遐啦。你真正要叫我找这？哎，毋是啊，伤喊够啦。这是。哎，毋是啊，虽然讲这应该就是这小林社区。哎，社区找到啊，啊，毋过规蛇路拢无人，即马应该搁咧歇倒吧。找到社区是第一件代志，第二件代志是社区的路上半个人都无。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哎啊，真正，咱遮牛哦，啊，社区拢无人，半个人都无。鸡啊，个出来啦，北山鸡。阮两个看到上济就是鸡啊，鸡啊被人问啊。迄边有厝，哎呦，迄边迄间厝看起来，甲其他的无啥相像。公界、大武龙，啊，毋是啊。安尼我感觉应该是伫小附近。你看，了有大武龙，哦。行行，咱继续来。头前吗？拢常常无讲话，我想讲是毋是有人啊，迄间秘咧？的门是开的呢。去，看卖社区内底有人无？敢有人？请问有人伫的无？这是咱安尼，在咱后背去吧。哪拢无看半个人？是倒位啦？我搁继续看出去好啊，才有叉车，无伫卡人路遮。还是因去买凉的啊，哈，要请咱，当时。无遐好啊，好康。想这，无你，还搁一间伫甲厝，无一定。我你较关注就是先去买凉的啊。咱有，有人，有人。有人。社区内底若狗仔咧叫，应该就是有人啊。大哥，你讲这个问题足奇怪，啊哥。你敢有看过这个人？附近敢有一个？恁朋友吗？生甲这个人较熟。这可能是恁的这头公司。对啊，阮大有人。大有人啊，敢有看过这个人？无头鬃。莫甲讲你为阿亮。阿亮。我老师的轮廓有型啦。有型吗？是在找阿亮。你都要往对吹。哦，我们从这边。你来呀？办公室里面。好，来随看。哦，应该是找阿亮。感谢您，感谢您。谢谢。你厉害哦。伊头就先加两个哦。我袂讲。你好。录一下问。咱拢有较有礼貌咧。歹势，甲你聊聊啊。请问，遮敢有一个人叫做阿亮？阿亮。讲生啊像安尼。我找这个人啊，敢有成？有。啊，本人伫倒位啊？阿亮，你伫倒位？我看到啊。一模一样。有啦。伊喙手会较少。有啊，你去看出来哦。你本人看起来较少年。对啊。咱这款是要体验啥物？体验阮大武人的文化，今日甲恁唱歌跳舞。唱歌。对。咱两个敢有法度？试讲诶。系啦，袂足困难啦。我是感觉吼，关注亮哥现在足像个，足够话。啊，毋过以后吼，因为伊把色较乌啊，应该会当画一个迄色水起哩吼，安尼我较好找人。关注安尼，这是阮夜者要会唱的歌啦。啊，因为恁今日来这就是爱学阮的歌。啊，等下咧有遮的团员，阮的大有人的
有大猫团的团员啊，甲恁验收安尼，所以恁爱甲学起来。哦，啊，你这是什么舞团啊？大马舞团就是大马，其实是阮的，嘛是阮的族名啦。阮有用达拢嘛用达板，团体名免伤长，所以我就和达板，就是大马舞团安尼。啊，这是阮家己拢是都是全民家己组成的。啊，毋过恁这会是对少年的囡仔，啊，到时段拢有就对啊。对76岁长辈啊，这是10岁。10岁，囡仔岁。9岁啊！你敢讲伤老啊？你讲家人的虚岁10岁吗？我虽然差差不多差66岁嘛吼，一个世纪，但是阮追求的物件是共款的。比如讲，我希望我的文化会当留落来，我希望会当最近你拼正名嘛吼，就是阮的爱恢复阮的原住民的身份。啊，我是选择用唱歌跳舞的方式去甲大家讲我是啥物人。嘿，就是方式无共，找回来恁的文化就对啊。对，无相共，个日情甲活力是相共的。对，无对，系啊，所以咱来唱一下哈。哎呀，你厉害。亲拉巴罗贝罗嘿，大塞罗米加塞。咿呀大塞，咿啦咿啦咿呀。咿啦咿啦咿呀，贝罗嘿贝罗嘿，大塞罗米加塞。咿呀大塞，那嘿那嘿稳，那嘿那嘿稳，哟罗嘿贝罗嘿，大塞罗米加塞。上细汉上幼去对9岁，一直到70几岁拢有。迄就像以前阿公阿嬷教孙唱歌、教孙跳舞，真自然的方式安尼传落去。安尼差要60岁，佮有法度做伙唱歌、做伙跳舞，啊，真正感觉就感动的，因就一直学习，啊嘛把这个文化给传落去。拉巴罗贝罗嘿，大塞罗米加塞。好听无？好听。够赞的，够赞的。而且阮有发现呢，这是男女对唱的，所以拄则拢是查甫这边先咧唱。啊，过查某查某较对你来。安尼你啊好好啊学，我就对你唱。哎，你爱头食煲的。啊，无法度啊。啊，毋过这啥物意思啊？伊也打赛。其实足侪歌谣，伊无法度组织去甲翻译，但是阮就知影讲啊，这是啥物时阵我会当唱这个歌。啊，这是啥物时阵要唱的咧？啊，就是阮的祭典过程中的尾啊时阵，大家欢喜的就会唱这条歌，啊会趁这个机会去熟悉边仔的查某囡仔，群体约会安尼。对，互动。所以就是查甫先唱一句，啊后壁人就对起来了对啊。用声去领人，看到一个甲你较合。对啊。差不多安尼。学这条歌的时阵吼，我感觉伊的迄个旋律毋是介困难，旋律算阁好记。问题是伊的歌词较歹，较好记啦，因为你嘛毋知伊其中的意思嘛，啊就较歹去背安尼。咿呀大塞，滴那咿那咿呀。咿啦，对，女生就介绍咿啦咿那咿呀，贝罗嘿，贝罗嘿，大塞罗米加塞。旋律拢赶快，不错，旋律都是一样的，还一个旋律而已。哦。我感觉这条歌对我来讲，这个学了较轻松，是因为迄是查甫先唱的，伊是男女对唱，啊查甫先唱，所以咧，这个责任就放伫阿成的身躯，伊就先唱，啊我就对咧唱就好，啊而且迄个歌词嘛介简单，就是我就学伊唱。咿呀大塞，妈妈阿里高，妈妈哪里高？拉巴罗贝罗嘿，大塞罗米加塞。啊，你会参加？明仔载来上班。恭喜哦，你有找到头路哦，阿成。观众，那即摆甲咱带出来啊？即摆唱完啦，就是爱加卡波。我你要背歌词，我要背背色的，你要查甫，搁要来。你其他时间有限。
我的物件足简单，所以袂使有你伤济时这间。是咧赶火车啊，即摆咧。咱先教的是牵手，牵手原住民的牵手嘿，内面来牵，手来，拍咱的手开，拍开。千万别咱家己的手打叉吼，哦不要拍开就对了好对对对。啊，你看到是隔壁的手啊，没看到隔壁的吼，是嘿啊，你隔好，壁的哈。好，啊，咱这边要教的是4步，就是4步呢。来看看，就简单的啦，简单的。看我啊，伊会带你行安尼。好嘿啊，我全部拢是倒脚，倒脚开始先好，嘿，倒脚先来，头前前，过来，再过来，然后后壁后边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较紧的吼。好来，一一、前，两三、来过来四，一、两、三，来四，搁一遍，一、两、三、好，最后一遍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。好等下要唱歌，但咪这两三四啊。我怎么无法咧？我真正是火意啊！歌都还袂唱熟，啊，就要来跳舞。我真正是这个关卡对我来讲可能有淡薄仔伤难啊，感觉。因为吼，我是真正介袂晓跳舞，所以我本来想讲啊，我应该无法度啊。啊，加在伊讲有安尼4骹步安尼动动的尔，所以介简单啦。啊，而且因为吼大家拢牵手，所以我就相信因，啊，就安尼对因做伙跳就会使啊。